kilometre atları gitti mi? 比赛14匹马跑出来非常的状态良好的沙扬起飞。现在我们看看下面观众啊， Birinchi bo'lgan tay ekan buni. 对吧？蹲骑的姿势也比较专业啊。12现在优势还不明显，大概这是1万米的比赛不用着急啊。 10 kilometrin atları meni 2 aylanıp geldi canavarlar. Bunu somaga. 大家看到我们7号马开始领先，我们的10号波霸已经开始坐起了啊。波霸你要展示专业精神，要从头跟到尾啊。 76'ın kurun. 但是我们的8号马小石头还在蹲起，8号、14号马都在还是在蹲起，7号、11号。 7号兄弟已在1圈了的，现在第3圈了，我们的7号。 Canavar ayağı astırıp bölüp ver. Çay muhtardıkı kalıp balık zireni. Buradan geçtik. Yine de kanalda kaybedecek yok anne. Koyuyorlar değil mi? 比赛已经即将开始加速了，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的第1梯队的马已经跟后面的拉开了很长一段的距离。 Vay be. 这个时间段呢，后面的马是非常难受的。如果奋力追赶呢，马就找不开气，就会提前中断比赛。但是如果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呢，马又跟不上，非常难受。只是说在中间过马的过程中，肯定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把握好咱们的赛程。现在。 第4圈已经过单了，4号马、4号、8号、12号。Oy, torbayda alıp kaydık böyle. O jet sarkıtı bile bak. Ama başka bir şey.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2期的队和现在是我们的坡霸。 这个第2期是有1匹，现在被9号马超越了。波霸加油！我们的1号古城7要后上有些慢了。 Ne yapıyordun Akbilez'in? 这场比赛估计追不上了，估计也选择了8号马。 8号马以绝对的领先优势。现在看第2名在哪抢先呢？我们的1号和7号，我们的1号，古城7啊，恭喜你，获得第2名。7号文师傅，我们前3名依次是8号、1号、7号。 Sergen torbayda aldın balas çıktı.
Sol, daim soyaklar çıkıyor.